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靠山山帮，靠壁壁倒，靠家己是上介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读做靠山的靠，读靠靠第三条。这个靠就是小鱼蛙的意思，咱讲蛙靠。另外，船停靠伫码头或者是海墘啊，咱讲是靠岸。这个靠嘛会当当作是依赖意思，像讲有信用的人，咱讲这人真可靠；若是讲我靠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某一款的势力，咱讲这人足靠势。另外，这个靠嘛有去弄一个相对意思，像讲碰过去靠到，或者是讲去靠伤。另外一个照用字读做跨。这个跨就有扛的意思，像讲跨卡，甲卡跨伫桌顶，这个意思就挖进跨。另外，船若是因为水伤过浅袂叮当，咱讲是跨沙，嘛有人讲是靠浅。船若是去弄到石搭，咱讲是跨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靠宿，这个意思是讲因为有交情，唔免挂意一寡细项代志甲礼节。第二个词读做靠势，意思就是我靠一个人，或者是某一款的势力。嘛，当讲是一个人伤过有自信，就伤过摇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小伟咧讲，乌干仔底导游看袂出来，阿明有钱有势，也毋过伊袂靠势伊的任何关系，做任何代志拢照规矩，除非是换贴的好兄弟，或者是足识的好朋友，伊才甲人斗阵袂靠宿，真好斗阵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靠，另外照用字读做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